早晨啊，小朋友，睇下今日我哋講咩先？原來係關於小龍蝦個故事喎。開始講啦噃。就話說咧，生物入侵係一件令人好頭痛嘅事嚟㗎。咩係生物入侵呢？就係咧一種生物入到去新嘅環境嗰度，又冇天敵喎，所以咧佢就係咁生仔，係咁生仔，哇！大量繁衍啊，最終咧就導致生態失衡啦。有一種生物咧，本來咧係入侵物種嚟嘅不過咧，呢種生物咧嚟到嘅地方咧係中國，中國人就好識食嘅，所以咧呢種物種咧就俾人攞咗嚟食，而且咧仲人工繁殖起嚟噃。咁呢種物種係乜嘢咧？冇錯啦，就係今日嘅主角小龍蝦啦。呢種小龍蝦咧，佢嘅原產地咧係喺美國嘅南部喎。佢個殼咧係紅黑色㗎，有一對大鉗，俾佢鉗親好痛㗎。平時咧，啲小龍蝦咧就住喺自己挖嘅地下個窿嗰度。小龍蝦咧係一種繁殖能力好強嘅動物嚟㗎，好生得㗎。一次咧就可以孵成幾百隻出嚟咁多噃，哇！雖然話咧，而家咧小龍蝦喺中國可以講係非常之熱銷，到處都會去食佢啊啲人。咁但係咧，最先被小龍蝦嘅魅力征服嘅人咧，係美國嘅卡津人噃。喺18世紀，第一代卡津人咧就嚟到小龍蝦嘅主產地路易士安那州。一開始咧，其實呢啲卡津人啊，佢哋都睇唔上呢啲係啲泥土度碌嚟碌去嘅生物嚟㗎，覺得窮人先食啫，啲 cheap 嘢啫咁。不過咧，作為天主教徒，卡津人咧每年咧都有一個守齋嘅傳統。守齋期咧，食肉嘅話咧，淨係可以食魚蝦。喺嗰個年代咧，啲魚蝦好貴㗎。冇辦法啦，卡津人咧就向小龍蝦埋手啦。而且食下覺得幾好食喎，一食就停唔到啦，食上癮添。佢哋從此就積極咁樣研製出炮製小龍蝦嘅各種唔同嘅食法，譬如黃油小龍蝦通心粉、小龍蝦蝦汁飯、小龍蝦蛋糕，諸如此類呢啲啦。直到今時今日咧，佢哋每年咧都會舉辦小龍蝦慶典㗎喎。不過咧，將小龍蝦帶出美國嘅咧係一個西班牙人嚟㗎喎。係啦，佢哋咧將小龍蝦由美國就帶咗去歐洲嗰度。喺呢個運送嘅過程咧，有啲小龍蝦就跌咗出嚟啦，就害到野外啦。佢嘅繁殖能力好勁㗎嘛，跌咗落去嘅小龍蝦喺歐洲咧又冇佢啲天敵喎，所以咧就到處都係，唔使幾耐啊，
歐洲就出現咗小龍蝦災害啦。小龍蝦咧唔單止到處喺度掘窿，破壞晒啲農田啊，仲破壞晒嗰啲水利設施喎，搞到啲歐洲人頭都大啊！而亞洲依邊係點呢？亞洲咧率先咧係入咗去日本先嘅，被日本引進啊。不過咧，日本引進啲小龍蝦咧係為咗餵啲牛蛙嘅。咁去到20世紀20年代末期，小龍蝦先至嚟到中國㗎噃。咁啱啱嚟到中國嘅時候咧，小龍蝦咧都係好低調嘅啫。佢哋咧就喺長江流域一帶嗰啲咁嘅農田啊，同埋野外啊，喺嗰度居住，喺嗰度繁衍。不過好快，呢啲咁平靜嘅日子就冇得再繼續享受啦。因為咧，啲好識食嘅中國人就發現，啲小龍蝦其實都幾好食㗎喎。於是咧，啲人咧就開始好瘋狂咁樣捉啲小龍蝦嚟食啦。而且咧，仲整咗好多唔同嘅地方特色食法，紅燒啦、啤酒炆啦、椒鹽啦、炸啦、咖喱啦、蒜蓉啦等等。咁其中咧最具代表性嘅咧就係13香小龍蝦啦。13香嘅小龍蝦咧係來自於江蘇嘅喎，係一個香料店嘅老闆發明出嚟嘅。喺20世紀80-90年代嗰時啦，為咗整啲新嘅炒田螺嘅香料，呢個老闆咧就研發咗一種撈咗有13種香料嘅配方，13香。經過一輪試驗之後咧，佢發現小龍蝦似乎比田螺更加適合呢種香料噃，所以咧13香小龍蝦就咁俾人整咗出嚟啦。嘿嘿，整完出嚟之後咧，哇！小龍蝦就徹底火爆起嚟啦！鮮嫩肥美嘅本地小龍蝦，再搭配薑葱蒜等，攞鑊爆炒，再加上啤酒同埋秘製嘅13香調味喎。出鑊之前呢，再淋少少麻油落去，哇！真係好香啊！大家呢喺食嘅時候呢，首先就係會擰開嘅蝦頭，輕輕咁樣咬一啖先，品嚐一下嗰啲蝦黃，非常之濃郁同醇香啊！然之後佢嘅蝦肉呢，再點啲醬汁，慢慢咁樣咬，富有層次感嘅鮮香味呢，就喺你嘅口度一下子綻放起嚟，係人間嘅一大享受啊！所以咧，13香小龍蝦呢個名聲咧就席捲全國啦，甚至咧俾中國烹飪協會評為中國嘅名菜啊！嗱，除此之外咧，麻辣小龍蝦、油燜小龍蝦、滷味小龍蝦咧，亦都紛紛登場啦。反正咧，一講起小龍蝦咧，哇！大家就係諗到好好食噶，冇錯啦！小龍蝦咧就征服咗中華民族嘅好多鍾意食嘢嘅人。咁到今時今日咧，小龍蝦嘅產業咧仲係飛速發展緊㗎，有外賣平台啊！淨係喺2018年嘅世界盃期間，就賣出咗6400
50萬隻小龍蝦咁多喎，全年嘅交易額咧係前一年嘅4.3倍咁多啊！咁事實上咧，小龍蝦之所以可以紅遍全國，除咗係因為佢好好食之外咧，仲有可能就係佢順便就滿足咗大家嘅社交需求，因為聚會嘅時候一齊食小龍蝦，你對手就一定要放低你部手機啦，咁大家就暫時脫離網絡，回歸到自然交流裏邊，我哋同台食飯嘅人一齊好好地咁傾下偈。所以話咧，我哋食小龍蝦嘅時候所享受嘅咧，唔單止係佢嘅味道，更加仲係我哋同我哋鍾意嘅人相聚嘅時候嘅嗰個氣氛啊！好啦，講到嚟呢度，大家係咪好想再嚟多10斤小龍蝦咧？喺2002年之前呢，全世界嘅小龍蝦咧，幾乎都係嚟自美國㗎噃。但係咧，後來小龍蝦喺中國變得非常之火爆，中國嘅小龍蝦嘅產量咧，亦都不斷咁樣飆升啦。到2018年啊，中國嘅小龍蝦嘅產量已經去到163.87萬噸咁多啊！佔咗全世界產量嘅95.7%啊！小龍蝦佢嘅生命力咧好頑強嘅喎，係可以喺下水道嗰啲邋遢嘅地方咧生存到落嚟嘅，所以咧就有傳言啦，就話小龍蝦係喺嗰啲坑渠啊嗰啲地方養大㗎。事實上咧，小龍蝦喺啲邋遢水裏邊咧係好難生長同埋繁殖嘅。咁人工飼養用嘅梗係乾淨水啦，小龍蝦嘅產量先至會高㗎嘛。直至到2018年啊，中國咧有超過70%嘅小龍蝦都係喺稻田嗰度養㗎噃。稻田即係種水稻嗰啲水田啊，嗰啲水咧係好乾淨嘅。咁嗰啲田間咧有好多雜草同埋一啲害蟲，就係小龍蝦嘅天然飼料啦。而小龍蝦嘅排泄物咧，就反過嚟成為咗稻田嘅養分，大家喺度互補。喺中國咧，有好多小龍蝦嘅產地會舉辦小龍蝦節㗎，時間咧一般係喺5月份到7月份。比較有名嘅咧就係江蘇嘅魚胎龍蝦節、湖南嘅潛江龍蝦節等等。節慶期間咧又會有啲演出啊、小龍蝦烹飪比賽啊，呢啲咁嘅活動，睇落去咧好熱鬧㗎。小龍蝦咧個食譜咧係非常之豐富嘅，佢哋咧唔單止食植物，亦都會捉水入邊嘅嗰啲昆蟲啊、蝸牛啊呢啲咁嘅動物仔嚟食嘅。成年嘅小龍蝦更加兇殘啊，仲會捉魚食添，有時甚至連自己嘅同類都唔放過㗎噃。一旦生活嘅水域被重金屬污染，好多動物咧都會中毒。但係小龍蝦咧就係一個例外。原來咧小龍蝦係可以將攝入咗重金屬污染物轉移到自己嘅外殼嗰度㗎噃。每過一段時間咧，佢哋又會換一次新嘅殼，可以達到排毒嘅效果㗎。仲有就係乜嘢？小龍蝦係入侵物種，同時咧又係我哋飯台上面常見嘅美食。咁我哋可唔可以靠食嚟解決入侵物種嘅呢個問題咧？其實答案係唔得嘅。
嗱，首先造成物種入侵嘅小龍蝦生活喺野外，唔單止殼厚肉少，佢體內咧仲會帶咗好多唔同嘅寄生蟲，根本咧係唔適合攞嚟食㗎噃。另外啊，對入侵物種嘅治理咧，就唔係好單純咁啊捉完殺晒佢就得㗎啦。一方面，入侵物種佢本身咧就具有好強嘅適應能力同埋繁殖能力，只要有漏網之魚，佢又可以再生一大群出嚟啦。所以咧，如果我哋係用嗰啲灑毒藥呢啲咁嘅方法咧，去殺佢哋，又會威脅到其他嘅動植物喎，甚至會影響到我哋自己人類嘅健康。所以咧，要根除入侵物種嘅難度咧係好大嘅。咁根據中國生態環境部發布嘅報告顯示，直至到2019年，中國已經發現咗660幾種外來嘅入侵物種啦，而呢個數字咧仲繼續喺度增加，每年啊都會為我哋咧造成巨大嘅損失。喺呢種情況下，我哋所有人要做嘅就係唔好隨便去買引入外來不明嘅外來動植物，更加唔好隨意咁樣遺棄放生佢哋，要對我哋自己嘅生態負責啊！好啦，小朋友，今日關於小龍蝦嘅故事，我哋就講到呢度。